国际新闻，咱来关心咱的友邦瓜地马拉举办总统大选第2轮的投票选举，政治党的候选人阿雷巴洛选调以58趴选票，争做因国家头一个左派总统。咱总统蔡英文有代表台湾政府和人民，甲新总统祝福，嘛希望新政府会当继续深化两国的关系和交流。 咱国友邦瓜地马拉礼拜办总统大选第2轮投票，前总统的后生、前主党的候选人阿里巴诺因做大逆转，摕到58趴的选票，超过前第一夫人托瑞斯摕到的37趴的选票，将会成为外国12年来第一位左派的总统。Esta victoria es del pueblo de Guatemala y ahora unidos como pueblo de Guatemala lucharemos contra la corrupción. 今年64岁阿雷巴洛是社会学家，捌做过外国的外交部次长，也捌来台湾访问过。伊伫选前讲未改变台瓜之间的邦交，但是维持甲台湾的邦交，甲发展甲中国的经贸关系并无冲突。伊第1轮竞选时阵，伫咧无人看好的情形下，以第2选票进入决选，引起其他政党积极选举作弊。 发现也阁把暂停伊的决选资格，ยัง过尾啊恢复伊的资格，伊继续拍反贪腐牌，得到选民的支持。结果伫咧第2轮，以超级欧马的姿态选赢，当选外国总统。 Ganó la democracia, que vamos a poder soñar por una Guatemala diferente. Me da una alegría por las generaciones que vienen, para que puedan tener un mejor futuro. 咱总统府表示，总统蔡英文代表政府甲人民，成绩的祝福阿雷巴洛赢到瓜地马拉总统大选，希望未来瓜地马拉政府伫阿雷巴洛当选人的领导下，双方会当继续深化邦谊甲交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